我没事。何锦溪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我这里是工作的，不是给你吃零食的。哼哼，那可没办法，谁让你是总裁，我是清洁工呢？我就是想给你帮忙，我也帮不上啊。那你做你清洁工的工作呀！啊，你在这又是吃又是喝，要是別人進來像什麼樣子啊？可是我是你老婆，兼職清潔工啊。哼。 进来。顾总，这个是上个季度的财务報告。我知道了，放在這兒吧。沒什麼事，你出去吧。 哎，顾先生，你故意的是不是啊？天哪，我。 琉璃，琉璃，琉璃，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给你打電話，知道你病了，我就趕過來了。啊，我那兒還有房子的鑰匙。我過來的時候，你就一直發高燒。你怎麼會病成這樣？